白宮解禁 TikTok， 特朗普自稱排第一。美國政府喺當地時間8月10日發出備忘錄，撤銷2023年起實施嘅政府設備 TikTok 禁令，原因係 TikTok 美國業務已經完成轉移，當局認為唔再構成國家安全嘅威脅。而喺禁令解除前1個月，特朗普已經多次公開強調自己喺 TikTok 嘅排名。7月6日，佢喺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主動開口：你哋知道邊個係 TikTok 上排名第一嗎？當然係我啦！仲拎 Taylor Swift 出嚟比較，話對方只係排第11位。同一日，佢喺自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重申自己喺 TikTok 上排第一，並引述現 TikTok 行政總裁周受資聲明，指自己喺 TikTok 上嘅影片觀看達到425億次，圖片中仲可以見到 TikTok 上觀看人數同埋追蹤人數最多嘅全球領導人。不過公開數據同佢嘅說法有出入。截至8月11日 ，Taylor Swift 嘅 TikTok 賬號追蹤人數維持大約3350萬，特朗普嘅賬號就只有約1680萬，差距接近1倍。至於佢拎出嚟嘅425億播放量，事實查核網站 Snopes 亦都表示冇辦法獨立核實。特朗普所講嘅第一，其實只係限定喺世界各個領袖呢個範圍，並唔係整個平台嘅總排名。咁特朗普點解要強調呢個同事實唔相符嘅第一呢？分析認為呢套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貫嘅傳媒操作策略，對佢而言事實並非重點，最緊要係製造話題博取曝光。佢好清楚講出超越 Taylor Swift TikTok 排行第一呢一類爭議性好容易被駁斥嘅言論，一定會引嚟各大媒體大肆報導同埋查證。無論最後查核結果係點，特朗普同埋 TikTok 兩個關鍵詞都成功搶走新聞嘅頭版，達到最大化宣傳嘅效果。當年美國政府係以國家安全作為理由提出針對 TikTok 嘅限制，而家特朗普又不停拎 TikTok 出嚟炒作，情況正好反映所謂國家安全威脅從來都係藉口。TikTok 喺美國政客手上始終係政治嘅工具。距離美國中期選舉唔夠3個月，特朗普將 TikTok 嘅禁令揀喺呢個時間點撤銷，時機相當值得玩味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美方當日以安全風險為由封禁，如今又以業務完成轉移作為理由解禁，前後立場明顯矛盾，足以證明當初有關威脅嘅講法根本站唔住腳。